米夫人可知秦王淫荡没了？昨日听说了，堂一国之君亲自举鼎，他以为自己是天生神力，无所不能吗？这老鸭汤的料都备好了吗？拿点白菜来，在那边呢。照您的吩咐，老鸭已经洗净，莲藕和红枣也备上了。把那老鸭、莲藕和红枣同时下锅，小火要炖2个时辰。哦，知道了。拜见大人，请问大人有何吩咐？忙去吧。是。快去吩咐人多抱点柴。是我这就去。把这盘子鹿肉给前面端上去吧。啊，好的。哎，看看锅里的肉糜熬烂了吗？早烂了，可以熄火了。哦，我先把那酸梅汤给贵人们送过去。大人，站住！你这碗里所盛何物？给义后和贵人熬制的酸梅汤。酸梅汤？啊，大人。你是本地人？奴婢是本地人。你的烹饪手艺肯定不坏呀。哦，奴婢家里头祖传秘制酸梅汤，这边的小城人人皆知。酸梅汤不过是用乌梅、山楂做原料，再加蜂蜜调味。哎，你的酸梅汤难道有何特殊之处啊？哦，奴婢的酸梅汤里啊，再加五味子、大枣、薄荷叶这些辅料，味道的确不一般。果然是秘制。想必这等手艺的报酬，价格不菲啊。官爷打趣，只是糊口罢了，哪里说得上不菲2字？你这话不真。你头上这只金簪子绝不是普通人家的物件，手工如此精致，看着像是宫里头的东西。那是奴婢婆婆给的，算不上稀罕玩意儿。官爷若无他事，奴婢暂且告退，前面还等着奴婢伺候。这盛夏之日，你这般辛苦，不如喝碗酸梅汤再走。这汤是给贵人们准备的，奴婢哪配？我说你配，你便配。大人，国相爷让你喝，你岂敢不喝？国相爷，喝吧。你说过，这秘制的酸梅汤味道不一般。你是在这儿喝呀，还是到大牢里喝？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啊！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！国相爷，妻儿吃饱了吗？我的肚子都快撑破了，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食了。大姐姐，我都出汗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以热制热，对吗？母亲，我可以出去吹吹风吗？去吧，别跑远了。知道了。继儿明慧，有王者之相。梦莹有负于你们母子。你有你的难处，何况当年是我先对不住你。苏秦已将事情原委告知于我，其实我不该怪你。过去之事不必再提了。那你眼下作何打算？我想取道齐国，再回楚国。你为何不回秦国？你知道原因。就算芈姝记恨你，可她唯一的骨肉也已经没了。眼下楚魏未定，而你还有继儿，你就有更大的胜算。在后宫，我见过多少人为了那个王位赴汤蹈火，奋不顾身。我不想让继儿在争斗中被碾杀。
继儿聪颖好学，仁义又有才华，只要你肯，必然有人愿意帮衬。什么人能如此好心？比如诸国当中，不乏有识之国君。天下没有白吃的膳食，诸国帮我，只怕都是为了讨要好处。我若应下来，也是割肉补疮吧。可继儿是王室儿女，命里就是要争的。那就等他长大了，有了去争的心性和实力。夫人，天气炎热，厨房给夫人送来了冰镇的酸梅汤，以解暑气。放在那儿吧。等等，前面议后那边有什么消息？议后，今日议后，不是安排酒水盛宴，宴请那些贵人吗？前头不归婢子照应，婢子不清楚。滚！快滚！这里都是些什么人？一问三不知。酸梅汤味道如何呀？这等穷乡僻壤之地，哪有什么好喝的酸梅汤？但对夫人来说，无论好坏，一口就够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可惜啊，糟蹋了那秘制的酸梅汤，汤勺上涂了鹤顶红，多么好的汤水！味道的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竟敢毒害我！米音，你胆大妄为！你用那鹤顶红，不仅要害芈月母子，还要取义后的性命。我要是不下手，燕国就要毁在你的手里。你怎么知道有人出卖了我？是你！我早该想，是你这个贱人！别怪罪他人。沉水入火，自寻死路，凭谁也拦不住。你是我夫君，为何不与我陆离同行？不错，是你的夫君，但我更是燕国的国相，不能为了你与燕国为敌。来的时候没跟你打招呼，走的时候也就不用了吧。子歇和我会铭记义渠君的这份情谊。我不要他记着，只要你记着就行。夫人，以后有用得着我们大王的地方就来找我们。多谢。
怯什么？那说明你心里有我们大王。哎，夫人不要多心啊。咸阳城东市有个姓梁的皮毛商贾，他是我们的人，如果有事可以找他传话。哈，哈。义渠君走了以后，这驿馆里显得空落落的。可不是，这些日子与他们一路，整日闹哄哄的，可他们一走，又觉得太冷清了。明日我们启程，子歇去准备路上需要的东西了。从齐国到楚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赶紧收拾东西吧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夫人，刚才我去后院听驿馆的驿丞说，虢国相的夫人昨日突然死了。那个歹毒的女人，天报应，早就该死。她死了？慧儿，你听真切了吗？慧儿听得真真的，说她是得了什么急症，虢国相好伤心呢，已经向大公主禀报，回去办理丧事了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女人蛇蝎心肠，把我们害得好惨。她是罪有应得，可你知道吗？她也姓芈，也是楚国人。她是母亲，同父异母的姐姐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夫人。周氏气数不尽，看看那周天子唱得如此张口舒服，便知他们时日不多了。大秦事业犹如大王，似骄阳凌空。从来九鼎迁移，欲使王朝更替。今日寡人就要把这九鼎给搬个位置。敢问周天子，此物便是九鼎？正是。此九鼎本是夏禹收天下九州之金所铸而成，上刻本州山川人物、土地共福之说。九鼎列于朝，乃天子所掌九州之象征。你是何人？小人东周人士，苏代。依你们看，这鼎有多重？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？鼎乃天子之器，重达1000钧。自九鼎铸成以来，除奉天子之命合力抬举之外，凡人岂可轻易举起？哼，笑话！照你的说法，此鼎若非天子之命，别人还碰不得。不是碰不得，是碰了又能如何？寡人不信，有谁能举得起这鼎？好，那寡人就跟你打个赌如何？你说无人能举起此鼎，寡人却说有人能举起此鼎。若是寡人赢了，此鼎便是周天子输掉的赌注，由寡人带走，
如何？天子不用怕，且看他们举试试。好，人比、吴霍、孟奔，在。你们上前，比试比试，看谁先能把大鼎举起。这，此王鼎父王气系天命，想冒犯此鼎之人，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命，小心遭了天谴。秦侯，依小的看，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强人所难的好。寡人养兵1000日，用兵1时，你们3人究竟谁人能举起此鼎？大王，人比不才，想先试试。好。大王，人比气力不济，有辱大王使命，该死！吴霍，你来。是。一定能，我就说不行。孟奔，你是大王。大王，臣尽力了，无能。秦侯，你输了。看来秦国的确无人能有举鼎之力。天子，您错怪他们了。据臣所知，秦国的这几位壮士皆身具奇力，平日里举个千钧重物也非勉强。只不过这9鼎非凡人所能冒犯，他们就算有这个力气，也是无计可施了。要你们有何用？不如寡人亲自来举。大王不可啊！
齐侯，不必勉强。天命在周，九鼎无人能动。您迁怒于他们，已属本末倒置，更不必自己与自己赌气呀。大王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大王身系天下，不可以身相视啊！大王齐侯，天理人事不可违背，见可而行，知难而退，善也。敢下！寡人既然已经来到洛阳，就不能虎头蛇尾。人比他们并非不能举起此鼎，而是心中胆怯。寡人乃王者之身，自有天命。寡人就不信，天命在这个獐头鼠目的家伙身上，而不在寡人身上。大王，人之意已决，不必再言。大王不可啊！消息，大王从洛阳回来了。大王怎么了？大王在洛阳举鼎，身受重伤。大王没了。会后，大王已被定下谥号。什么谥号？大王一生好武，所以美视为武王。武王薨了，会后切勿伤心过度，坏了身体。大秦还需要会后掌操国事。我怎能不伤心？我儿风华正茂，却在洛阳举鼎身亡，这都是人比梦本巫惑这些乌合之众、蛊惑怂恿的结果。武王过于崇好力士，罗织宠用，才使得这些人无法无天。先王去世，把我儿交于你们辅佐。王叔若能时时指点提醒，也不至于有今日之事。会后，巫惑等人确实罪不可赦，如今已经被关入大牢，只待朝廷依法定罪。还等什么？传旨下去，车裂巫惑，腰斩人比，狐朋孟本，3人歼灭9族。是。
实我也知道，当儿之死，怪不得你们。但只有处置了乌霍等人，才能让秦国免于天下耻笑。眼下重中之重是大秦的王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惠后说得对，武王无后，生前又从未提及楚魏之事。武王有兄弟10几人，大都各有封地兵马，这让朝中重臣难免担忧。国家大事，非我一深宫妇人可妄言。但王叔不知，武王在世时，确与我提及过楚魏之事。丹阳君公子壮，是已故魏长史之子，多年来一直由我派人悉心照料教导，人品贵重，历练有成，在他的封地丹阳，也搞得风生水起。当儿一直看重这个兄弟，曾与我说，若有一日他弃世时无子息，可将王位传于公子壮。公子壮，公子壮性情木讷懦弱，先王在世时，那公子壮就总是人云亦云，亦步亦趋，从不得先王所喜。这骤然提议立他为国君，恐怕难服众人。我只是据实相告而已，具体取舍，当然还得与你们商量。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但此事重大，不急在一时，还是慎重为好。老臣在前朝还有政务打理，就先告退了。甘相是否也要慎重考虑啊？既然武王生前有话，微臣不敢置喙，只是尽力照惠后的意思去办便是。那就拜托甘相了。是。楚离子，武王后，魏夫人。王叔留步，魏仪有一事请教。夫君薨了，这国事都有劳王叔主持，可这王位空置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不知这新王继位一事何时会有着落？武王后尽可宽心，秦国国君受之天命，都会按照祖宗的规制去办。什么规制？国君薨了，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；若无后嗣，则……这就对了。都说王叔耿直忠厚，定会秉公办事，果然不错。魏夫人此言何意？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。武王有后啊，望王叔明示朝堂上下，免得一个个为了争王位争得跟乌眼鸡似的。武王有后？哎呀，王叔竟然不知啊！姨儿她有喜了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也就是说武王他有了后人。那你说这继位之事，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昨日太医刚刚诊出胎脉，说已经快3个月了。虽不知是男女，但能为夫君留下血脉，自然是欣慰之事。楚离子，那这秦国的国君，既然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继位之事，自当慎重而为。有劳楚离子。老臣告退了。
魏仪有了身孕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立新君一事不得不缓上一缓了。为何要缓？这有了后嗣，按照规制，甘相糊涂。后嗣指的是男儿，就算武后有孕，男女未知。再说妇人产子，九死一生，其中变数极大。但王位空置，引得众公子垂涎觊觎，随时可能因互相争执而引发战乱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微臣才劝会后要三思而行。诸公子得知武王猝死，个个拥兵自重，蠢蠢而动。其中实力最强者为公子华所部，还有几位公子和他结成死党。而武王后和魏夫人背靠公子华的实力，借助腹中胎儿指令天下，轻而易举便可与会后抗衡。既然公子华是根扎手的刺，为何我们不想法子拔掉它？难啊！公子华身为长子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就算有的公子们心里不服，当面也要忍气吞声。哼，制服这种人，得用巧力。我听说当年齐景公手下有3壮士，力大无比，难以辖制。齐景公将2个桃子赐给3壮士，3壮士因相争而……会后堪称足智多谋。除此之外，既然眼下王位之事是重中之重，甘相就不担忧宫外面的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甘相不会不知道先王去世之后宫中的谣言吧？会后说的是先王遗诏。微臣当时也有些顾忌，不过追查了那么久，没有任何眉目，或许就是个谣言吧。可我越来越相信，那东西真的存在，还没出来，只因时机未到。会后断了嬴夫人的年俸，他竟然宁可自己开荒种菜种粮，也不肯离开北郊行宫。他死守在那里，难道就是为了守一个承诺？他是在等承诏的人出现，那诏书才有用。这么说，要看紧嬴夫人才是。老臣立刻派禁军将北郊行宫围起来，看那嬴夫人还有什么手段可耍。右大人，快请。来了，夫人，宫外都被封锁起来了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那会后也不可能一手遮天，禁军中好歹有几个是我自己的人。你快坐下吧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急死了。我在外面也替夫人着急，看着粗衣立食的，怕你整不成这等模样。你叔企图破我就范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你贵为大清公主，却受如此百般折磨，如今连走路都不灵便了。病痛只是小事，眼下大清危如累卵，险象环生，是你我该把芈月和公子季请回来的时候了。但此事干系重大，需极为谨慎。若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夫人性命堪忧啊！我活到今日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你赶快回去准备马匹行装，日服夜行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盯上你啊！快走吧。夫人，走吧。
见米夫人。雍大人，快请起。夫人，大王驾崩，臣奉命迎公子继归国，商议立新君之事。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？臣乃奉迎夫人之命。迎夫人？是，还有朝中许多重臣，都期盼着公子继与夫人回国。秦王嬴荡虽然已经驾崩，可先王留下10多位公子，就无人可立吗？据传，王后魏有了身孕，但因不知男女，秘书想推举胆小懦弱的公子壮为新君。朝堂上渐渐分歧，如今已乱成一团。诸公子为争位，无人甘拜下风。刚得到眼线急报，列国纷纷派出人马前往秦国边境，打算趁火打劫。我大秦眼看就要支离破碎。如此险象环生，无人主持朝政吗？坏就坏在主持朝政的秘书身上。我在路上听说，本来诸公子在朝堂之上也只是口舌之争，没想到秘书和甘茂定下毒计，以一只桃子作为诱饵，挑逗叔和公子辉与公子华争夺王位。于是，宣誓殿演变成诸公子的练武场。公子辉血溅舞步，当场毙命。本来诸公子齐聚咸阳，就危机重重。这种关头，只宜安抚，岂可挑起杀机，自招祸患？大秦之乱，就始于芈姝的私心。他只想弄个人在大王的位置上当摆设，由他来把持朝政。那公子华是公子当中实力最强的，为拉拢人心，他已在封地恢复旧制，旧族们对他拥戴得很，他岂肯任凭惠后摆布？眼下怎么样了？诸公子人人自危，一夜之间纷纷逃离咸阳，回到各自封地，拉拢朝臣，招兵买马，领郡县与各路王军对峙。而咸阳军中又分成雍公子壮和惠后派，及雍公子华和魏氏一派。更有甚者，怎么？巴蜀之地因蜀侯辉猝死，再起叛乱，而义渠那边所占的几10个城池也一起反了。这么说，秦国已经四分五裂，狼烟遍地。各国诸侯都认为秦国已经完了，他们不愿意再浪费自家的军力，所以将人马纷纷驻扎在函谷关外，坐山观虎斗，看着秦国自相残杀，盼着秦国实力自我耗尽，打算在最后一刻冲进去，瓜分秦国国土。皇公子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雍瑞雍大人来了。雍大人来了，他来做什么？既然魏仪有孕，父子相继，也算是正理。芈姝执意不肯，大约是怕魏仪之子被立为大王后，魏仪成为母后，而他只能成为祖母，大权旁落。武王后身后有魏夫人支持，公子华又手握重兵，更加上魏国的干涉，芈姝的担心有其道理。芈姝的身后有楚国的势力，而诸公子的身后亦或多或少有诸国势力的身影。秦国的江山就要被他们分食一空了。夫人，大秦朝不虑夕，全凭夫人和公子出手力挽狂澜。此话怎讲？雍大人，你不远万里来找我们，岂不知我和继儿的身后却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夫人或许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有一道遗诏托付给嬴夫人，说若来日国中诸公子争位，当立公子继为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难道猜疑雍瑞的话有伪？
其时候，秘书曾将我百般折磨，追问遗诏之事。看来这是真的了。夫人，先王既有遗诏，又主意于夫人与公子季，大厦将倾，夫人理应承担重任。雍大人诧异，秦国已经危如累卵，你等怎可把这擎天之任推卸到这妇孺之辈身上？这不是让他们文吏负山吗？这实属万般无奈。雍大人，你可知道玉儿母子在燕国是九死一生啊？若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，那这道遗诏又让谁来接呢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大秦的气数。自从秦王嬴荡继位，早已埋下了祸根。大秦的气数要尽了，不该再拿他们母子的性命去殉葬了。皇公子误会我等之意了。你等之意，只是计较秦国的得失，根本没有为他们母子真正做打算。公子对夫人情深意重，可雍瑞也非暗示其心之人，怎么可能看着夫人白白去送死呢？好，既然你等在为他们做打算，那就说说你们的打算。玉儿母子一无兵马，二无封地钱粮，就算是有这道遗诏，若是朝中无人奉诏，那也是无用啊。朝中臣子都是先王亲自选拔，对先王忠心耿耿，人心趋利。他们对先王忠诚，那是先王可以给予他们荣华富贵。而如今呢，众公子争相拉拢他们，若是手上没有一点足够的筹码和他们交换，谁会真心在意他们母子？楚离子如今怎么样？楚离子东奔西走，四处调停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已病倒在榻。这就是出离子一心一意追求的政局安稳，内乱不治，外患不平，却姑息武王和弄臣，排挤忠良，妄求平稳，如今也是自食其恶果了。我离开咸阳时，曾见过楚离子。他说什么？他知道我要来燕国，什么也没说，将通关符节给了我。恐怕这咸阳城上上下下，大秦的朝臣们，真心真意能为月儿和继儿着想的，只剩你、魏冉和司马将军了吧？魏冉是司马错将军的心腹，这些年他们东伐西讨，征战无数，在军中颇有些威望。我雍氏虽不是大权在握，但也是大秦的弑勋之臣，与其他家族有些往来。这是杯水车薪呐。还有，魏冉当年曾和赵国国君父子一同护送义后入殓，私交甚好。芈夫人与义后也是情谊深重，也许到时候燕国和赵国秦人争位，不要指望借他国兵马相助，否则的话，纵得王位，却可能输了江山。雍大人，你能保证你带月儿母子回秦国是条活路吗？雍大人见谅，我已备好了马车，明日一早带月儿母子接到齐国回楚国。月儿母子身单力薄，难担柱石之计，委屈雍大人白跑一趟。微臣明臣启程反秦，雍瑞深知夫人非一般妇人之见识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，还望芈夫人救国救民于水火，携公子季与微臣一同反秦。洗漱歇息吧，明日还要早早上路呢。是啊，我们该走哪条路？夫人心里没有主意吗？往东南是回楚国，往西是回秦国。夫人就只能走一条路。若是让你选，
你会选哪条？香儿选东南，回楚国。香儿离家多年，想回家了。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夫人不也曾梦回楚国吗？如今又有了黄公子，我们跟着他，可以在楚国安身立命，顺顺当当的抚养公子长大成人。你也这么想？黄公子与夫人情投意合，我们看着心里高兴。继儿睡下了吗？早就睡下了。公子今日在仿写7国不同的文字，看他把这案几弄得乱乱的。你先放那儿吧，我还想再坐一会儿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你也累了一日了，快去歇息吧。夫人也早些歇息。去。光这个马字，7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但假如有一日，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大王，女儿羞愧。女儿有负你的期望重托了。继儿，我们要上路了，你怕不怕？母亲不怕，继儿就不怕。可万一母亲选错了路，你会不会怪母亲？不会，母亲选的路就是继儿选的路，母亲去哪，继儿就去哪。
母后，怎么样？见到魏国使臣了吗？魏国使臣说，只要秦国答应将上郡15县还给魏国，魏王就可以放弃对王后和公子华的辅助。上郡15县，太过分了！不行，他们这是落井下石、乘人之危。不过，若是魏国真能倒向我们这边，倒也可作为暂且之计。那使臣说了，魏王就算放弃王后和公子华，也不会站出来推举我为秦王。他要扶植在大梁做人质的公子瑶。魏王为何选中公子瑶？他生母低微，本人也不甚出色，才被先王送去做人质。说不通，根本就说不通。那使臣说，魏王要的就是这样的秦王，不甚出色，却很听话。那公子瑶在魏国多年，对魏王言听计从。魏王叫他去东，他绝不会去西。就什么？就跟我一样。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滚！母后，还不快滚！给我滚下去！母后，公子还不快快退下，再气着会后。干相，公子庄。会后，干相免礼。怎么样，找到处离子了吗？他不在府上，据说出城去了。这些日子每让他进宫，他就称病，已经许久不出门了，怎么突然病又好了？据微臣所知，王叔养病，并未闭门谢客。他府上各路朝臣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前些日子还亲自送雍瑞出城，前往燕国。他们这是想干什么？微臣猜测，他们是想把芈月母子接回秦国。大胆！质子无照回母国是大罪。会后，武王已没，此刻秦国已无王无君啊！想想雍瑞与嬴夫人的关系，他亲自出马，必定和那遗诏之事有关。都到哪里去了？眼下会后秘书占着咸阳城的王宫，魏仪和魏夫人带着一批公子华的人马，占了咸阳城外的富阳宫。各路兵马日日杀进杀出，如今城中的住户都逃到城外去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各郡县封地都在各自为政，封路割据。村村镇镇，人心惶惶，田地荒芜，集市凋敝，满目疮痍，心痛啊！这一切都是老夫的罪过。楚离子能幡然悔悟，总算不晚呐。雍瑞和芈夫人已经离开燕国多日，如今到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赵国和燕国原先答应好护送芈夫人他们入函谷关的，但是芈夫人知道没有白得的好处啊，所以婉言谢绝了。这太危险了！听说会后已经派出多路王军，在通往咸阳的各条路上严加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。芈月母子要回来的消息，大概让他们也知道了，所以我也让魏冉将军带人前去迎候。
眼下大秦的确也只能指望他们如此了。唉。姑母，华哥哥来信了，说是这2日情形不大对头，朝廷派了不少王军在各条道路口设了关卡，好像在抓捕什么人。不是针对我华儿或其他公子的吗？不像是。那是在抓谁呀？听说芈月带着公子季回来了。芈月回来了？据说是朝廷的一些老臣派人把她迎请回来的。这个时候迎请她回来，那一定与那道遗诏有关。姑母说的是，自先惠文王去世之后，宫里出现了不少古怪事情。先是穆坚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后是那会后又派人将成明殿掘地3尺。据当事人说，起因都是那道遗诏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应该让那当事人这些日子把眼睛瞪大些。说起那当事人，姑母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，他靠得住吗？出卖主子的奴才全都靠不住。我们要的是他做我们的耳目，而不是他的忠心。姑母在想，芈月回来了，没准儿他能给咱们帮上大忙。当年芈月对我华儿颇有好感，还在大王那儿力荐华儿为太子。眼下我们与交房殿之间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既然这芈月和芈姝已成为死敌，若能与咱们联手，胜算岂不大了许多？军爷，这都是一些粮食。哎呦，军爷！哎，别！走吧。就。
清理了。是。雍大人，我姐姐呢？在马车上。小冉，姐姐，继儿，舅舅，舅舅，这一路，我的心一直悬着，见到了你，这心才落了地。听说姐姐和继儿一直遭到米数人马的追杀，你们能安然无恙，总算是大幸。幸亏雍大人一路照应，他已经受伤，能护送我们到这儿，实属不易。多谢雍大人，此地不宜久留。照约定，我自和裴米夫人去北郊行宫，你我分头行事。雍大人放心，司马将军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继儿跟着我走，姐姐就拜托雍大人了。就此别过。继儿，走。会后，会后。怎么样？没抓住。你的人都是废物，就那么几个人也抓不住，跑哪去了？芈月和雍瑞的人马没进咸阳城，他们冲北郊行宫的方向去了。行宫不是有王军把守吗？会后，雍瑞是朝中老臣，王军里一定有他的人。都锦、冯甲，即刻带人跟我去北郊行宫。是。夫人，英夫人，糜夫人，雍大人。恕我腰疾未愈，不能起身相迎。夫人无需多礼。夫人，你受伤了啊？一点剑伤，不碍事。夫人脸色很不好看。大人走后，夫人担心大人和米八子的安危，日夜难眠，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夜。王军包围了行宫，会后3天2头派人前来搜宫。太医院忌讳会后，不敢派人来诊治。夫人的腰疾一日比一日更重，如今连走路都困难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快拿金枪药给大人疗伤。是，不碍事的。大人请随我来。去吧，一时3刻，我闭不了眼的。快去吧，啊！那我先去了。糜夫人，来，过来。时光荏苒，我们又相见了。夫人吃苦了，别这么说。我这条命能撑着挨到今日，就是为了你。不用问，我也知道，你这1年来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的煎熬。换做别人，早就心灰意冷。你肯来，有胆量来，这说明先王总算是没有看错人呐。尹夫人谬赞，芈月不知是否担得起这份责任。先王留下了遗诏，传位于公子季。当日只是以备不时之需，若不是因为淫荡愚蠢自毙，芈姝勾结权臣，弄权误国，害得大秦4分5裂，这道遗诏恐怕永远都不会免失。我说到这些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委屈啊？天命不可违，芈月无怨言，只是要将秦国社稷江山担在肩上，芈月战战兢兢，无比惶恐。无论什么样的周折，该是天意。会后绞尽脑汁猜测，那先王的遗诏会藏在哪里？其实啊，这先王的遗诏就藏在我的身上，他可比性命都要宝贵。你要保护好他。芈月明白。撤！将军，
夫人他们在砸宫门了。夫人，我们赶紧走，我们快走。不，我不走，你快带芈月走。殷夫人，我已经完成了先王的而你却任重道远。别让我这老夫给你们半手半脚的。殷夫人何出此言？我能活到今日是命数。在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，除了初离子这个幼弟，全部先我而去。有他们在那边，即便是今日就走了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寂。我虽为女子，为了秦国的江山社稷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无愧于列祖列宗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夫人，你们护送芈夫人、雍大人即刻出宫，不得耽搁。是，我留在这里，多少能够拖住他们一阵。殷夫人，记住，公子期登基之日，别忘了给我焚炉香，报个信啊！你我就此别过。有一人到了那边，在笑谈徜徉。此时秦国危在旦夕，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芈夫人，快走吧，快点，带他们2个人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我们走吧。芈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快走啊！夫人，夫人，走吧，走吧。殷夫人，芈夫人，快这边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这边请，这边是龙象郊外。嬴夫人，芈叔，1年未见，你令人刮目相看。我一直不愿相信，一个荒郊行宫的弃妇，会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。没想到，事与愿违。我与先王乃是亲姐弟，我知道先王一生中的全部秘密。你所说的秘密，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又一个默契而已。先王临终之前交代我一些事情，如今我已经把他办妥，可以随他而去了。你这是谋反叛逆！谁在叛逆？谁在谋反？你该最清楚。我是惠后，你应当臣服于我。哼！你像我大胆！惠后息怒，眼下还是追查芈月的下落更为重要。我问你，芈月在哪儿？先王的遗诏在哪儿？你要先王的遗诏做什么？我是先王的遗孀，先王的遗诏自然应当交于我。真是好笑！我若即刻拿出这道遗诏，你真的准备奉诏吗？